正道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领受普世的救恩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我们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认识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你在救恩上是何等的浩大，何等的出乎人的意外。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福音经课，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受难之前，他连续讲了3个相似的比喻。他其实是在直接影射那些妄自尊大、目中无人、对上帝不忠不诚的忘恩负义的犹太的宗教领袖。上2个主日讲到2个儿子跟凶恶的园户的比喻，那2个比喻非常的露骨，所以祭司长跟长老就发现说，原来耶稣基督讲话这么直白，对着我们讲的，他们就气愤填胸，想公开下手捉拿耶稣，但是因为有所顾忌，耶稣心知肚明这一些人的动机，可是耶稣却用大无畏的精神，继续揭发他凶恶的面貌。好，耶稣就讲了今天的婚宴的比喻。这个婚宴的比喻有分2幕，前半部是讲到好，似乎是对犹太人讲的，但对我们也有实际的帮助。第2个部分是对基督徒讲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1幕，是邀请参加婚宴的图像，马太福音22章1到10节。这个比喻的主题是上帝邀请人，而人的回应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他说国王邀请客人来参加他王子的婚宴，所以被邀请的人，被君王邀请的人，都是有身份、有地位的尊贵的人士，绝对不是低三下四之辈。所以被请去赴宴，也是一个殊荣。可是这些人竟然不领情，所以他们第一次发出邀请的时候，他们断然拒绝。当第2次邀请的时候，他们感到很烦。有一些人就直接去做生意，到田里，他根本就把婚宴不当作那么重要，其实是间接推辞。他给自己留些面子，但是却羞辱了国王。但是还有一批人变本加厉，竟然直接挑战国王的荣誉，竟然把他派来的仆人凌辱，然后杀死。好，这段故事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我们来了解这段故事的意义。传统的犹太人的传统，国王是象征的上帝，就会用婚姻来形容上帝跟他的以色列子民的关系。然后呢，这个宴会是形容上帝在今生今世以及来生来世，要让上帝的子民享受最大的丰盛的恩典。所以整个比喻就是上帝为他的儿子弥赛亚办喜事，然后这个最后上帝要把这个恩典要给所有的人因为犹太人不领情，就要给所有人。好，那这段圣经其实一讲，哇，犹太人心知肚明，因为他第一组的仆人，耶稣基督讲到第一组的仆人去了，那是象征了旧约时代历世历代的先知，他们去传道被拒绝。那第2组的仆人是暗示着基督跟他的门徒，他们去宣教也被拒绝。然后呢，那些各种借口呢，就象征他们这些人被世事上捆绑纠缠，所以他们不把上帝的救恩当作一回事。然后最后王就非常的愤怒，杀人毁城，就象征这些被拒绝于天国之外。其实这也是影射公元70年那个耶路撒冷被毁灭，所以
这件事情就很清楚，这个君王给脸他们不要脸，然后不识抬举，然后又自掘坟墓，所以耶稣就在讲那些得罪国王的人就不得好死，很受不了。好，他们就听了很受不了，他们更让他们受不了是接着国王雪耻报仇，那是理所当然。更他们受不了的是，更让犹太人受不了的是什么？结果竟然国王派人到大路口，召集所有的人，不管好坏，就拉进来。奇怪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这根本不合乎当时的风俗习惯，因为当时的人同桌坐席是为了自己人的联系。王子的婚宴更非同小可。这个婚宴目的是找到国王的核心自己人来，然后凝聚向心力。结果这国王不做，反而把门户大开，混淆界限，不分善恶，兼容并蓄。这简直是荒谬绝顶。其实耶稣的比喻常常很荒谬，但是那个荒谬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上帝的爱是超越了社会文化的规矩跟世俗传统的标准。上帝的爱不是先爱好人，再爱恶人，而是邀请所有的人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天父让太阳像太阳一样，照耀好人也照耀坏人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这一幅图画就表明出来。那我们来看第二幕的图画，是进入婚宴者的图像，这在22章11到14节。这里象征这个说，邀请的人要坐满客，表示上帝非常的慷慨，把恩典给世上所有的人。结果客厅坐满客的时候，象征着蒙召进入教会的人非常的多。结果君王就出来巡视坐席的客人，就发现有人竟然没有穿婚宴的礼服，这表示对国王极其轻蔑。然后国王就质问他，让人哑口无言。那个时候我们看的这一段如果不了解背景，好冤枉啊！你到那个篱笆道路口随便拉人来，拉的这些人又是中下阶层的，哪有礼服穿啊？对不对？哪有礼服穿啊？为了不穿礼服，又把人家丢到黑暗地方，这莫名其妙。我告诉大家，如果我们了解台湾的风俗习惯就知道。譬如说，我们村子有人他的儿子要吃饭，要请客吃饭，婚礼。可是呢，姐大的是没骨的母舅啦，但是母舅呢，他的舅舅地位又低又没有钱包大礼，通常那个姐姐都会帮舅舅定做全套的西装，然后呢，暗中给他红包，所以说，你要包的红包我都帮你串扁扁就给你10万20万让你风光光的说，我这个大舅舅不是白痴，对不对？我有红包，又有西装，很得体。所以在中东的那个宴席主人都备有礼服，让客人穿，了解吗？所以这个人呢，明明知道国王给他礼服，他就说我都不爱你，我送的喝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是对君王是极大的亵渎跟以至于国王责问他的时候，他哑口无言。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礼服象征着我们要进入天国的时候要准备，不要以为这个恩典就藐视恩典。上帝要我们负责任的领受恩典。好，所以第二步呢，就增加了新的要素，比喻的视野就扩大了。不要以为进来教会你就没有提醒，你要被蒙召的多，被选上的少，所以要穿着礼服，象征是相称的身份跟地位。好，这个观念好，所以马太就这段圣经其实在警告说你们看清楚了没有？不要因为不谨慎失去你们的呼召。蒙召的人应该结出相称的果实。你要坐在末世天国丰盛筵席的嘉宾，你就应该随时准备好自己的身心灵。
好，我们对这段圣经已经解释完了，我们就来反省。第一个，我们来反省是那些拒绝参加婚宴的人。请问拒绝参加婚宴的人，当然有一些是很可恶啦，把那个凌辱仆人又杀了。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那么恶质啊，大部分的人都说啊，对不起，我真的要下田，对不对？啊，田里正在什么什么啊，对不起，我要做生意，刚好要签合同，刚好要做工程合约啊，什么什么，对，我要去得标 ，OK， 这些都是对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？我们人生里面，我们上帝每个礼拜都呼召我们来参加崇拜，领受神的话语，呼召我们参加团契，参与侍奉。其实上帝的目的，请问他参加我们是剥削我们的时间吗？压榨我们吗？啊，鼓励我们的儿女都一起来服侍崇拜，难道是这样吗？不是，耶稣说：“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所以，参加主日崇拜的目的是领受更大的恩典，得到力量、智慧、恩典，然后被差遣到社会，活得更有尊荣。所以，那些王请他们来，要剥削吗？要他们红包吗？不是啊，是要他们变成君王的座上宾，领受那么丰富的恩典。所以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一些人拒绝？他们不是做坏事啊，耕田做生意不是不好的事情啊，但是他们与天国无份，原因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被世上的罪恶把上帝轰走，而是价值轻重不分，缓急不变，让那个次要的东西盘踞心里。所以要来崇拜了啊！对不起，先把衣服洗了，再买菜，对不对？买完菜呢，洗了衣服还要晾一下。所以每次迟到都是做那个阿门礼拜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我不晓得，我没有影射了，反正这种人还没到了，因为我们还没唱阿门。就这样子，一直就这个孩子啊，补习、考试什么，这个最重要了。来教会崇拜那个以后了，你上大学再说了。上完进大学了，上研究所再说了。啊，上研究所工作了啊，工作再说了，工作了，结婚再说了。什么时候来教会？他永远排在最后。有一句英文呢，叫 "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the best"， 那个最好的敌人哦，就是那个还不错、很好的，那个才是最好的敌人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人生的价值观要做一个调整，把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。啊，我那时候在校牧室，我们需要一个干事，结果有一个牧师就介绍某一位长老的儿子来，女儿来了，哇，东吴音乐系的，又是声乐组的。我说哇，那太棒了。结果呢，请他先来 interview 完了以后，在团契里面要唱《耶稣恩友》，他说我没听过。我饥饿别人就是压缩了，我唔捌听过。我昏倒啊！唱那个奇异恩典，上面叫做奇异恩典啊，没听过。我就看，哎呦，你爸爸长老呢？那牧师说你从小教会热心服侍，而且在诗班又，其实他讲坦白说，我真的没有了。我爸爸当长老不准我到教会，主学以后，国中跟高中都叫我补习。然后进大学呢，拼研究所，因为我研究所没有上了，之后来当你的助理，昏倒啊！我就写信跟那个牧师讲说：“你怎么骗我啊？我们同样同工啊，同男生毕业了之后，他说没办法，那个丢了逃，真的是这样，优先出去搞乱了。我们的人生最优先的是什么？你看父母再怎么忙，你帮他请外劳，对不对？给钱，他从来没有去看他，请问父母会满足吗？人生需要的是陪伴，需要的是亲情，需要的是恩典。好，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不是犹太人的事情，你们现在搞不好也优先次序不分，重新调整，来到天国是恩典，上帝的救恩是喜讯，是没有人可以毛遂自荐进入天国的，是上帝看重我们，恩待我们，邀请我们。
把握机会。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值得我们反省的。第二个，我们来反省的是那一个没有穿衣服、没有穿戴礼服的人，我们来反省一下，没有穿戴礼服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进来了，参加喜宴的，也给你那个，就很像我刚才讲那个舅舅了。西装呢？参加婚礼的时候，西装不穿，穿得很邋遢。他说什么？因为我西装拿去典当了。请问他的姐姐那个姐夫会不会昏倒啊？会不会啊？然后红包呢？红包花光了。你来的时候没有？他说哈，你的兄弟来啊，无请差拍看个，为了，请问丢脸的是谁啊？了解吗？就是很像这种情形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反省一下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。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，其实在告诉我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上帝要我们进入神的家以后，一定要求我们，上帝给我们很多蒙恩的途径，或者蒙恩的工具。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一定要给我们什么？恩上加恩，对不对？上帝给我们喜乐，进入神的家中，成为神家中的儿女，一定给我们乐上加乐。上帝给我们力量跟智慧来服侍主，一定给我们什么？力上加力。所以，上帝要我们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，绝对不是要我们修炼被剥夺了，而是上帝要把恩典的工具给我们。所以，什么叫恩典的工具？卫理公会非常强调 means of grace， 读经、祷告、团契、敬拜、善行，跟过着一个节制有纪律的生活，这些东西都在帮助我们领受更多的恩典。而一个不穿礼服的人，就是不读经、不祷告、不团契、不敬拜、不侍奉，没有纪律，生活很散漫，这些都不合适。所以我以前在对那大学生讲说，你们白天拼功课，晚上拼证照，第一优先证照先把语言弄好，然后你们要考试的要考什么都可以，好好的预备好。大学生活就是那个他们说哈，我要有你玩4年，我说对不起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也盼望我们的国中生也是1到5拼功课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好好的服侍，该出去那暑假的时候就做另外的活动，结出果子，以悔改的心相称，是用上帝给我的恩典的工具。第二方面呢，这个进天国的方法是什么？悔改认罪，上帝白白恩典，所以他这里要我们不断的悔改更新的生命。所以我在那个读书会里面，我很强调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里面，请问信主以后还会不会犯罪？会啦。所以卫理公会、圣公会、天主教、信义会、长老会的主日崇拜，第一个一定是认罪啦。圣餐礼拜也是认罪啦。那表示我们要不断的悔改认罪。请问夫妻道歉过后还会不会犯错啊？会啦。所以婚姻里面要不断的认错，没有借口，道歉、和解，再出发。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这样子。所以每一次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好，然后更亲密。这里很清楚，这些不肯穿这些衣服的人，就是以为我悔改了进来了，我的开始上，因为我已经在上天堂挂号，地下抽钉。我以前那个心理灌道的时候，我天堂已经挂号了啦。所以以前那个日本人为什么日本的教会都好少？日本人常常问牧师一个问题啦，请问我受洗了可不可以上天国？那牧师说可以。那我拼命服侍，好好服侍奉献，会不会上天国？他说会。如果不服侍，不好好那个人，会不会？牧师就摇头说也会了。那我已经拿到 passport 了，天国 passport 了，算了，再见。我死的时候再来临终认罪。这搞错了。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断的信，是不断的信，悔改是不断悔改，但是进行式。第三个，穿戴这个礼服，保罗说叫做披戴基督，穿戴基督，意思就是让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掌权，活出基督的荣美，基督的尊荣。这是第二个那个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种人。第三种人是也蛮特殊。第三种人就是进入了宴会，有穿那个礼服的人。那这是象征什么呢？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进入这个门，又领受这么丰富的恩典，请问你是怎么进去的？是那些尊贵的不要了，那些犹太人不要了，所以找外邦人。意思是什么？
我进天国，我没有办法毛遂自荐，对不对？我跟君王敲门说我要进去，没有，是那个君王给我恩典，哇，那个恩典给了我，我有入场券可以进来，所以得救是本乎恩，对不对？也因着信，是我愿意领受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请问今天君王有没有继续再邀请人？有啦，这个恩典是给普世的，不是得了以后变成我个人的啦。我刚刚信主以后，我信主以后当兵的时候，我找了好多的那些人加入教会，结果那个牧师还怪我说，干嘛垂爱我人来？啊，然后呢，那个在教会打乒乓球哦，这个年轻人，我那长老来怪我说，嘿，阮教会的呢，我讲我传家来信主，嘿，外人，嘿，教会就是要阮子孙用的，我怎么会这种观念呢？好特殊啊！好，所以我们这些进去的人，应该广邀我们的亲友，更多人进来，因为上帝恩典太丰富了嘛，而不是你进来了，应该广邀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每主日崇拜的时候，你一定在祷告，邀请你的家人来，邀请你的邻居朋友来啊，每次都打电话跟他邀，让我们教会的人真的都还有你也看一下，我们周遭有些哪些教会的会友又没有来了，就邀他，因为来这里是给他得到恩典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这一些人被邀了，我们要从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，神看我们为尊贵，看我们为荣耀，愿意把尊贵荣耀跟我们分享，所以太美了。我就从此以后，我从神的眼光看我自己，我也从神的眼光看那些还没有进教会的人，他们将来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我应该把他们邀过来，而不要一开始就讲那个你有罪，神要审判你，耶稣为你死，你要不要？我一讲就触人眉头，就好像有一个人跑到农民之家去传福音，他怎么传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孙中山不会救你，蒋介石不会救你，我那个农民我气得命，耶稣基督才能救你，就被触眉头，哇，那些人就愤怒了。亲爱的，上帝邀请人来的时候，是看我们为宝为尊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而死，他而且又把丰富的恩典要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样的眼光来看人，也看自己。耶稣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女进荣耀里去，希伯来书这样讲。所以我们要领人归主，不只是罪得赦免，更重要他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是蛮有尊荣的。好，再过来，我们邀请人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灰心，对不对？其实撒种有4个是好土啦，所以你每邀4个人，一定会有人答应。那个人如果拒绝他口袋的布也没有多少个了。我曾经邀请我一个大学同学，邀请了7次都不肯来，他每次说：“任启宏，我下礼拜一定去，我答应你一定去。”结果都没有去，每个礼拜都这样子。每次我要崇拜都去找他，他好烦哦，按他门铃他都不理我，那我就走到外面再打电话进去，那时候还没有手机，他气得不接。到最后第8次他就去了，他第8次就信主，好有趣。我那时候也要一个中兴大学的一个学生，我一进去，那时候我读大3了，一进去他看到我来了，吓死了，从那个窗户的门口就跳出去，跳出去有到跑到2楼，我就去2楼，他要躲，跑到几楼，最后跑到5楼的时候，他就躲在棉被里，那个同学里，我说：“这是谁啊？怎么在发抖？”一打开，他说：“我跟你去。”当然，我那个是紧迫令人是太夸张了啦，太夸张了。但是这个人最后还是信主了，好奇妙！上帝差遣我们这些进入天国的人，再去邀请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让更多的人这样了你邀请他们，不是要拉他们入教啦，不是要他们奉献啦，而让他们领受恩典，领受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求你透过这段圣经教导我们，排整我们的优先秩序，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先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，在我们的生活的优先秩序掌权。主啊，求你也恩待我们，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悔改更新，不断的认错、道歉、和解，再出发，也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披戴基督，活出基督的荣美。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能够去广邀我们的亲友，让他们一起领受生命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